Hello， 大家好，Hello， 個肌肉係咪收緊晒個 core 啊？哇，有啲想暈啊！使唔使飲啖水先啊？要頂一頂啊！真係好似做完一 part 運動咁。一喘氣啊！見到大家咧係大家都會喘氣同心跳加速係好正常會發生嘅事嚟嘅。咁又有一個同 Miro 見面傾偈嘅時刻啦。咁飲咗水先，表演咗飲水先好唔好？因為呢個都緊要。好啦 ，OK。咁你身為呢個網癮少年啦，咁有冇一啲喺網絡上同Miro 互動，你覺得係好過癮嘅經驗可以分享？過癮嘅經驗都有嘅，即係近期即係呢個 Threads 好流行啦。咁其實佢都可以睇多咗好多大家嘅一啲資訊啊，或者一啲大家嘅 comment 啊，或者大家有時。我覺得大家好得意，有時會整一啲好搞鬼嘅嘢。咁我有時可以見到啲 comment 又可以留下言，我覺得呢種活動都好得意嘅，即係可以同大家嘅，即係好似即係大家係咪未必 expect 我會睇到嘅，但係我都可以喺下面同佢哋搞下 get 啊、玩下咁樣。我覺得呢個溝通模式係即係以往可能 IG 或者咩我哋又真係唔會咁樣去做，冇咁容易個演算法派到俾你。係啊係啊，咁所以都呢個我覺得近期比較好玩。咁譬如見到一啲嗰啲 meme 圖咧、改圖咧，會唔會都有經驗到大家嘅創意咧？都有㗎，都真係有㗎。我之前好似煲過一個我自己喺韓國嘅時候跳起咁樣嗰張相，即係叫大家幫我 P 啊，又去火箭啊，又去太空啊，跟住又變咗條薯條啊，即係就覺得我啲 fans 都幾有創意。係，咁即係未來如果有類似好有可塑性嘅圖，都歡迎大家去發揮呢個創意，做呢個 P 圖大師嘅咯。歡迎啊！歡迎啊！我會去留下言啊。OK， 演算法係會派到俾佢嘅，佢係一個網癮少年嚟㗎。OK， 睇到好多大家有講嘅嘢，冇錯。OK， 咁喺呢個時刻同 Miro 嘅距離咁近，有啲咩説話想同佢哋講？年度嘅難得嘅時刻。今日第2日啦，咁多謝大家。即係呢2日都出席嘅每一位 Miro 啦，好衷心多謝你哋每一位。我覺得琴日都令我印象好深刻嘅，即係經過咗琴日之後，因為琴日都長時間啦，大家一路可以見住大家用一位 Miro 去答謝。我覺得之前上年都有講過，即係關於充電呢樣嘢。我覺得今年都係有種好充電嘅感覺，即係經過琴日，即係雖然講真係好攰。即係一完咗翻去就哇，成個身好似散咁樣。咁但係即係雖然生理上好攰，但係個心靈上嗰個滿足同嗰個力量係好大嘅。即係我相信唔止我相信每一位都會係，就係即係真係親眼見到你哋每一位，然後聽住你哋同我講嘅每一句説話。即係琴日好多人同我講加油啊，要支持你啊！即係見到大家嘅對我嘅眼神。見到大家對我嘅嗰種真誠、嗰種衷心嘅祝福，好多時大家講我都覺得都好感動，即係覺得好似阿媽啊，即係好似屋企人啊，即係好似大家好似會擔心我或者會點樣，即係不斷俾好多力量我希望，所以即係呢種大家嘅互相俾力量，大家呢種支持，我覺得係好珍貴嘅。所以十分之 enjoy， 好多謝大家每一位，所以希望今日大家都 enjoy， 同埋多謝大家一直對我哋 Miro 嘅每一位成員嘅支持，一直嘅不離不棄，所以好感恩，好開心遇上大家，多謝。咁難得有呢個全部都係一家人嘅家庭聚會，不如就為呢個聚會帶嚟你嘅音樂表演啦！將個台交俾呂俊安。好啊，雖然大家應該聽到把聲已經冇乜啦，我都 OK， 我都送俾大家呢首 Again， 大家同我一齊唱啦。要
請各位相信再差空氣都有再生花，邀請各位相信再裝幾個美麗能自拍。如行路只需吉他，前途只需驚訝，挫敗過的不將傷痛變做習慣，將不會再生的愛一日再出發。祝福各位衝過再急的雨，心血能淨化。如隨時計算代價，隨時可以害怕。站在這裡，繼續再唱新歌，再去闖新世界。回憶多刻都要再多一次期待的指甲，天多黑都要再過一次雨色黑，要是能細想無常，渴望如一樣會在，給你承載給我戀會拖拖不離他，繼續再浪漫。因此各位將要再多千歲先至再牽掛，祝福各位將會再得一切風雪講下，仍能去到盡嗎？仍能生到活嗎？站在這裡繼續再唱新歌，再去闖新世界。